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耶稣行水面。耶稣伫吉尼撒勒湖边，用5块饼甲2尾鱼，予5000人食饱了后，叫伊的学生行船过去迄边岸，家己留地爬上山，伫遐祈祷。伫即个所在常常透风台，迄时也拄起大风台，学生所坐船样样要沉落去。总是耶稣亲像上帝知逐项代志，伊看到学生的危险，随时对山落来，行水面去找因。当耶稣近我的时，学生看到真着惊，大声喊起来，因为因想这的确是鬼怪。总是耶稣随时出声，安尼应因讲：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因听到安尼，迄个真勇敢的学生彼得就要就近耶稣，伊就好胆亲像耶稣也行水面，总是看到遐尼大的风涌的时，心内大惊，就直直沉落去。伊大声喊讲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随时伸手救伊起来，也对伊讲：小信的人，啥事摇疑？后来耶稣甲彼得上船了后，风涌拢淡，变做非常安静。亲像安尼，咱着爱会记得耶稣的气力比人较大，因为伊是上帝。